Hello，歡迎嚟到脫單指南研究所，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 Eric。呢個節目呢，專門研究唔同嘅戀愛難題啦，無論你係單身、戀愛緊，定係啱啱經歷分手嘅，都好啱你聽。咁今日呢，我哋要探討嘅話題係分手之後呢，離別點樣處理先可以瀟灑得嚟，又唔帶有一點嘅遺憾呢？分手呢係人生其中一個最大嘅課題，無論你有幾成熟，當一段關係結束嘅時候，心入邊必然會有個空虛感，而處理分手唔單止係影響當刻嘅情緒，更加會影響之後你點樣看待愛情同埋自己。分手呢係一種失去，失去一個習慣，失去一個避風塘，失去一個曾經以為會陪你行得好遠好遠嘅人。可能曾經你會幻想過未來同佢一齊經歷嘅美好時光，但係依家呢，呢啲畫面已經都變成回憶啦。而最難嘅係，明明佢仲喺呢個世界上，但係已經唔再屬於你啦。咁啲人就話啦，點樣呢先可以用最理智、最健康嘅方式去面對分手嘅離別呢？我唔敢講自己係好多經驗，但係喺自身嘅經歷上邊，都總結咗唔同嘅概念，可以幫助大家。特別係而家啱啱經歷分手嘅你，可以盡快由低潮中走出嚟。第一樣呢，就係要接受現實，而唔係沉溺過去。分手呢，最痛苦嘅地方就係要接受一個曾經陪伴你嘅人，突然之間變成陌生人啦。有時呢，我哋會不斷回憶一啲唔好、一啲好美好嘅時光，甚至有時都會質疑自己，如果我哋當初點嘅時候，係咪唔會有呢個結果呢？但係呢啲諗法呢，只會令你困喺一個假設性嘅世界上面，而唔係真正去面對問題。可能會建議呢，大家可以試下提醒自己，你哋分手係有原因，而唔係一個錯誤嘅決定，而係整體關係都可能出現咗問題。任何一段關係都係雙方共同創造出嚟嘅結果，千祈唔好單方面怪責自己。最後一樣就係你值得一個真正適合你嘅人，唔好再堅持喺一段唔適合你嘅愛情度啦。咁呢，分手最痛苦嘅，相信係失去一個習慣。曾經你習慣瞓覺之前會收到對方講早唞啦，
習慣有開心唔開心，第一時間都想搵佢分享。習慣一齊行街嘅時候，有人會拖住你嘅手，而呢啲習慣已經全部消失晒啦。有時候分手最痛苦嘅，並唔係因為愛得有幾深，而係你要適應冇咗對方嘅生活。但係呢，都想大家記住，習慣係可以重新建立嘅。希望由今日開始，仲喺聽緊呢個頻道嘅你，可以慢慢揾返屬於自己嘅步伐。咁我哋今日呢個節目呢，就到此為止，亦都係呢個 podcast 嘅第一集。如果你都有戀愛煩惱，歡迎 DM 我或者投稿你嘅愛情故事，我會幫你拆解。同埋記得 follow 呢個香港脫單指南研究所。我哋下集再見，多謝你，晚安。